隔壁厝边一个阿跳这个阿伯一天出门的时阵就赶一个篮篮内底就缀2只鹅和4粒红菇。咧行路的时阵，忽然间，迄个隔壁的新妇咧问讲：“哎，阿公啊，你要去阿伯啊？你要去倒位？”讲啊，我都赶2只鹅甲4粒红菇要来送给阮的朋友。但这个新妇的大家听到讲：“哎哟，新妇啊，你咧讲啥？”我就甲隔壁厝边这个阿伯咧讲话，讲伊早2只鹅4粒红菇要去甲人探访。伊大家听到讲哈，2只鹅4个人爱耕，哇，这只鹅已经足大只，迄2只鹅已经足大只，爱4个人去耕。伊的大官听到是讲哈，2只鹅落落去暗缸内底，哇，咱就赶紧爱去甲救出来啊！同款的一句话，有时阵咧传的过程内底会走精去。虽然台湾人安尼讲假面会少，假话会多啦。假人的物件要送给别人，送的过程内底，遐念一个，遐念一个，念甲人的面前就减少。但假话愈假话愈多。所以人伫讲话过程内底，谈天说地，讲天讲地，讲饭遐，讲饭咧，就伫迄个中间咧讲这个代志。所以耶稣基督嘛捌互这个无好的这个婴仔话谣言所陷害。伫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2章19节，耶稣讲：这个圣殿我伫3天内底要甲伊重建起来。因遐人讲，这个圣殿用46年才起造起来，你太太会当伫3天的中间甲伊起起来。耶稣的意思是讲，我就是圣殿，我要面对钉十字架死第3天过活。总是遐人听无耶稣咧讲什么，就讲这个耶稣讲大声话，讲喊过，这46年所起造的圣殿，伊讲3天就要甲起起来，敢有可能？就开始伫遐传，哇！这世界伫遐传，也因为安尼。最后，耶稣爱面对着钉十字架这个代志。传说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德国要为对法国来开始来出兵，就伫德国甲法国的边界的所在，伫遐设一个广播电台。这个广播电台就是德国人法国人来报上奉上一寡代志。大声，伊就是伫暗时，差不多8点的时阵，伫遐放上迄个真水的音乐。德国人的巴哈、贝多芬、布拉姆斯、莫扎特等等这些真好的音乐。但是法国人真浪漫，因爱听音乐，搁爱啉红酒。哇，愈听的时阵，因就愈真爱这个节目。经过一段时间，德国人伫这个电台顶头就伫遐放上法国一寡政治人物因所做这样的代志。哇，这人真爱听国家的消息、国家内部的消息、国家的新闻，是遐无好的新闻，甚至国家有真济八卦的消息。这时阵甲咱台湾人真同款。咱逐天的电视、媒体、报纸，大概拢咧写这的代志。总是最后德国人用这种的无影的代志、谣言的代志，搁一摆来放上甲因讲，德国甲法国，咱2个国家拢是好朋友，咱的友谊永远伫地。你放心，我袂怕恁。总是经过无偌久。德国的希特勒就准备要攻打法国，意思法国在这个战争的中间，去予德国拍甲哩哩啦啦。这种的谣言不断在散播的过程内底，
会互人失落迄个心防。我相信咱伫台湾，咱最近咧流行看《甄嬛传》，这也是中国的一种的手段，互咱台湾人忽然间真爱看中国过去雍正、乾隆这电视剧，渐渐伫无拍算的中间，伊就用这种的媒体的手法，互咱台湾人失落迄个警醒、警觉性。这就是一种的手段啊，要达到某一种的目的。圣经安尼讲，唔通懒散做见证。伫上帝所颁布10条诫命内底第9条，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唔通做假见证，陷害你的厝边。咱看这段圣经，会当想到咱今仔日的环境。伫摩西的时代，就是人民有发生什么代志，伊就爱请见证人，有看到的人来说明当时迄个时间点是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今咱的国家的法院也同款，爱有见证人来讲起迄个车祸发生的时阵，到底是怎样，要来了解第一手的资料。同款。伫10条诫摩西的时代，上帝也是安尼讲，唔通做假见证。当你去做见证，互人调去做见证的时阵，唔通讲无影的代志，意思去伤害到你的厝边。你就爱负责任，真实将你所拄到、看到的代志来讲明。利未记第5章第1节讲。人若无将家己所真正看到、知影的代志讲起来，爱甲伊讲出来，伊要担当伊的罪业。就是讲，你有看到这个现场，看到这个事实，你互法院调去，你无真实甲这个代志讲出来，反倒当你贪互某一个人，兼且是好野人，有时阵是送凶人，意思伫法官咧判决这个代志的时阵。有偏差，那安尼时阵，咱这个做见证的人，都爱担当这个罪过。咱当对圣经内底来看一个例，圣经除了这个代志以外，佫特别讲起另外一个代志。特别伫这个危急的时阵，伫极权来统治的中间，人所讲的白贼，也是善意的白贼，圣经无特别。直接来甲伊定罪。咱们用圣经的一个，就是出埃及记第1章甲第2章来看。当约瑟的后代伫埃及人真够生产，人愈来愈多，人愈来愈多。法老王看见这个代志，讲哇，这人愈来愈多，有一天，阮的国家会变做互因统治。法老王就下一个命令，就爱将西北的人死出来的查甫婴。拢爱甲伊杀死。拄伫迄个时阵，西北来人有2个山伯，这2个山伯的名嘛记伫圣经内底，一个叫做西弗拉，一个叫做普阿，这个人，这2个山伯，伊负责西北人咧生产的时阵，但是国家已经下一个命令，讲所有西北来人死出来查甫的，拢爱甲伊杀死。但这2个西北来的山伯，伊讲，当阮到伫西北人要生囝的所在，要未到的时阵，因拢生出来啊。因为安那，因为西北来人的妇女臃肿，阮要未到的时阵，因就生出来。当然，伫迄个时阵，会当照法老王所颁布的命令。甲这个查甫婴甲伊杀死，但是这个山伯无安尼讲，因为安那，因为伫这种极权的环境内底，也是讲伫这种无人道主义的中间，这个山伯讲白贼是要保护这个西北来人，或这个查甫婴会当继续活着。咱来看第2章，出来记记第2章第7节甲第10节。摩西伫迄种极权的中间来出世，
照讲爱互人杀死，但是老母唔甘这个婴仔，就安那就用芦苇草、用点仔架甲高一个篮，甲送落去尼罗河的所在。上帝安排法老的查某囝伫遐洗身躯，看见这个篮顶头个红婴仔哇哇咧哭，哇看到一个真高水的婴仔，就甲收留落来。但是伫迄个时阵，无亲像咱即马有牛奶粉啊，通好食，拢爱食老母的奶。所以摩西老母就入去到伫王宫的所在，来正做摩西的女母。希望这个代志是欺骗，讲白贼，但是伫迄种极权无人道主义的中间，为着要保护这个婴仔，就圣经就安尼来记载。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对水的所在，甲伊摕起来的意思。但今仔日用咱今日环境来看，即处人因为有私心，为着某一种的利益，来讲人的是非，恶人的秘密，破坏人的名声、事业、家庭、婚姻，这就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有时阵伫咱的社会内底，因为选举的缘故，所以就讲人的无好的代志。其实咱台湾人佫较需要来提升。咱毋是咧听即个正经的人咧讲别人无好，我是要听你有什么款的理想，有什么款的政见，会当为着国家来做代志。有时阵伫一个公司内底，为着要升即个总经理。但是下骹人都互相伫遐明争暗斗，讲别人的歹话，放毒写黑名单，为着要互家己会当坐去迄个位。这常常伫咱的环境内底就是安尼，总是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利未记第19章第16节讲，唔通伫百姓的中间四界搬弄是非，也唔通做假干净。来陷害你的厝边，话语无好好来运用，就常常会成做祸端的根源。所讲出来伤害话，就无法度弥补。有一间教会，一个做事人，来找牧师讲啊，牧师啊。我伫迄个做事的过程内底，我去伤害到别人，但唔知要怎样。这个牧师就甲伊讲，你会当做这样代志，就是你伫透早的时阵，你买一寡羽毛球，迄个羽毛啊，去到每一个家庭内底，早起时，甲搭伫每一个家庭的中间，甲下晡时。你阁把这羽毛甲收倒转来，这做事人甲牧师讲，哪有可能呢？这个羽毛对厝的中间甲搭落去，下晡我要收的时阵，迄羽毛毋知飞去倒位去啊！这牧师甲这个做事的兄弟讲，都是安尼。有时阵咱讲话真紧，但是你要甲收倒转来是真恶，就亲像遐羽毛共款，已经毋知飞去倒位去啊！有时阵伫咱的环境内底，因为咱想过头紧去伤害到某一个人，但这个代志已经宣传出去啊，然后伤害人的人，佫甲伊讲啊，失礼啦，道歉啦，这个代志已经无法度弥补，因为怎样？这种的伤害，这种的侮辱，是这种的人的秘密的代志，已经宣传出去啊，你要安怎去讲道歉？在这种的过程内底，互咱知影讲话真容易，要受倒转来都真困难。这就是正做一个传教者，愿做传教者的人，爱真细致的所在。有时阵咧传达信息的中间，无好势听的甲讲的有一个距离，兼且讲的中间无拄好，有时阵卖去伤害到兄弟姊妹。然后安尼，我有缘爱去遮来抱歉。总是更较要紧，
成做一个传教者，爱真适当，为着要传达上帝的心意。迄个意思就是讲，当咱的教会要进入至100年的时阵，已经100年啊。互咱的教会无伫迄个互相讲话伫伤害中间，互咱的教会应该有讲较济互相祝福、互相关怀、互相安慰的话语，才会当互咱的教会就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一句话安尼讲，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讲，有智慧的人听到这句声音的时阵，这个话时阵，伊会当有智慧来做是非的判断。总是，至少我要搁一摆来提醒，就是讲，伫宗教改革了后，有4项真重要的宗教改革，伫1517年的时阵，头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独用圣经来看，第三项就是万民皆祭司，第4项荣光归于上帝。中间有一个万民皆祭司，天主教就是遐个神职人员来做祭司，但是伫宗教改革了后，牧师所有基督徒，咱拢是祭司的职分。咱知影伫旧约的中间的祭司扮演真要紧的责任，就是将人民所带来的祭物来献伫上帝面前，唔然呢，佮为着所有的人民来祝福。那用这个角度来看，那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祭司。那是安尼的时阵，祭司有2个真要紧的职分。头一个就是将人甲你讲的秘密，也是讲人甲你讲心内的代志、艰苦心的代志，咱就无个过嘴。咱爱将这个代志就带来到伫上帝面前，单单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来怜悯甲安慰。这也是咱伫教会内底、伫团契、伫小组的中间真爱注意的。有时阵人将家己心内的软弱、艰苦的代志讲出来，是爱咱三体祈祷。无拍算，咱听到这个代志了后，就四界去传播。意思影响伫咱的教会，伫这个小组的某一个人的中间，也因为安尼，伊伫教会拄着伤害，伊离开教会。所以咱真细致，就是讲，咱听到别人甲咱所讲的话，是关系到别人的代志，也是伊软弱的事，咱只会当做这样事，这是祭司所做的，就是将这个代志来到伫咱目房伫祈祷中间，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怜悯、安慰。伫教会中间，这个兄弟姊妹所拄到的艰苦心，求上帝来怜悯，上帝来开路。这是祭司头一个工作，咱拢是祭司，这是头一个咱爱做的。第二个，这个祭司爱做的代志，就是将上帝的听、上帝的祝福带来到伫人民的中间，将人的安慰、将上帝的安慰、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鼓励、造就带来到人的中间，互人伫心痛苦、伫伤心的中间，因为咱所讲的话，互人得到鼓励、得到信心、得到盼望。这就是祭司所做2项真要紧的事。所以，伫宗教改革了后，咱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上帝祭司。若是安尼时阵，就是咱所讲的话，爱真谨慎、真细致，无去世界传播人的代志。简单来讲，就是讲，咱每一个基督徒都爱伫人的面前讲上帝的话，伫上帝面前讲人的话，这什么意思？伫人的面前，就是爱讲上帝的话语、上帝圣经的话、安慰的话、三体祈祷的话。那伫上帝面前，就是爱将人的痛苦、
人的伤心的代志传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伫旧约的中间祭司所做的代志，也是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做的代志。箴言第11章第13節，安尼讲：愛講應仔話的人會泄露秘密，誠實的人堪得受信託。咱要講做一個伫教會中間，咱愛講做一個停止傳播應仔話謠言的人。保羅伫提摩太前書第5章13節，咱有聖經，我無拍佇遮，咱會當掀起來看。保羅伫提摩太前書第5章13節，特別講起一個代志。提摩太前書第5章13節，伊講：這婦人人因浪費時間，家家戶戶來拜訪，講應仔話。佫較無好的，就是講人的長，講人的短，講這個無應該講的話。咱來看提摩太前書第5章13節。保羅伫這個所在，咧講起這婦人人，特別講起婦人人，因愛去家家戶戶串門子，然後安那講長講短，講無應該講的話。其實我看到這段聖經的時陣，唔是這婦女才安尼啊，有時陣查甫的嘛是安尼啊，無論查甫的查某的攏同款。咱都愛停止這個代志。伫人的厝，伫人的面前講上帝安慰祝福的話；伫上帝面前講人的艱苦心，用祈禱帶來到上帝面前。詩篇141篇第3節，詩人安尼祈禱講：上帝啊，求你管制我的喙舌，求你保守我的喙脣。詩人伫這個所在，伫遮祈禱安尼講：上帝啊，求你管制我的喙舌。互我無濫散講話，求你保守我的喙脣，互我講上帝歡喜聖潔的話語。詩人伫遮提醒咱，愛謹慎咱的喙，咱的喙舌。箴言26章20節，這句話安尼講：無茶火就花，無應仔話紛爭就煞。過去是安尼講。沒有木頭，火就熄滅；沒有閒話，紛爭就止息。咱看佇聖經內底，哇，非常的豐富，將咱需要謹慎的代志，攏佇聖經內底來提醒。所以講，一言說出，駟馬難追。就咱的話講出去啊，四隻馬要捉，已經捉袂轉來。講。言入人的耳，有力惡得別出。講迄個話入去人的耳孔內底，你佫較有力，要甲摕出來，已經摕袂出來啊！已經入去人的耳孔，入去人的心內的所在。蘇格拉底講：上帝予人兩個耳仔、兩個目睭、一個喙，就是愛予人加聽一寡代志。加看一寡代志，兼講一寡話。俗語講：良言入耳，三冬暖；歹言歹語傷人，6月寒。過去是講：良言入耳，3冬暖；惡言傷人，6月寒。我6月天已經真熱啊，予人的心嘛真寒、真慘切。馬太福音第7章第1節、第2節安尼講。你唔通批評別人，免得受審判，因為你怎樣批評別人，也要怎樣予人來批評。所羅門王佇箴言11章11節，咱有聖經會當顯開甲這段話甲畫起來。箴言11章11節真好記，箴言11章11節。
安尼写讲，城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就兴起，却因为歹人的嘴就车倒。哇，这句话真好。臣因正直人的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讲迄个城、迄个国家，因为有真侪正直的人，为了咱的国家咧祈祷，互咱的国家就会当得到兴旺。这个城嘛会当讲咱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有真侪人为了教会咧祈祷，互咱的教会就会当得到兴旺。那因为真侪歹人的嘴，吼，咱的国家就车倒。他哋姊妹有真侪代志，拢是因为无应该讲的闲话、谣言，带来互相的伤害甲纷争。嘛，咱的教会爱成做一个和蔼、相听、彼此祝福的所在。无搁再讲，我甲你讲，你莫甲别人讲。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安尼讲，万事的终局要到，恁都爱谨慎、警醒来祈祷。上重要的就是爱彼此相听，因为听会当惹堪最的罪过。末日已经要到，末期要到，咱都爱谨慎、警醒祈祷。上重要的就是爱真正彼此相听，因为听会当惹堪最的罪过。上帝帮咱赐予咱，互咱的教会要成做一个兴旺的教会，就是咱会当伫听祝福的中间，安慰鼓励的中间，互咱的教会成做上帝大大的祝福，成做一间兴旺的教会，成做一间上帝所欢喜的教会。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赐福，搁一摆用你的话来养饲阮，互阮得到警醒。主，愿你赐福阮伫教会的生活中间，因为阮真识，致使阮讲话无谨慎。求主的怜悯甲帮助，阮真意爱，互少年教会受起造，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所在，是因为阮的话是带着恩典，阮的话是带着安慰伫人的中间。恳求上帝你赐福你的名所设立少年教会，毋但阮伫遮得到上帝祝福，也因为阮的喙要离开这间礼拜堂，到伫阮工作、事农、工商的所在。要搁祝福侪侪人，愿上帝赐福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